今日唔做生意，喺新宿帶大家兜個圈，揸下艇喺新宿兜圈。呢度新宿區啫，就未到新宿市中心。有人截車都唔停啦，拍片俾大家睇下。大久保站啊，應該嚟旅行都會有機會嚟過啦。新大久保站山手線 JR 應該好多人都嚟過啦，呢度。大家去歌舞伎町行下啦，嚟東京旅行應該都會嚟過㗎啦。夜晚呢度就好多客，日頭就應該冇啦。酒店街全部都時鐘酒店。嗱，呢度大久保公園啦，咁早已經有人企喺度揾生意。幾點啊？而家11點幾咋嗱，已經有3個喺度。呢度右邊啊，西武新宿站。西武新宿站就冇的士站，不過酒店就有得上落客。左邊呢堆仇家就喺度等酒店入佢埋去 check out 時間11點，睇下有冇機會中機場。手車咁屎喂，拍個位啫，使乜咁樣扭啊？
左邊有白牌車啊，一睇就知啦。某國人嘅司機。呢度新宿西口啊，小田急都拆咗啦。本身呢度就有的士站、巴士站，的士落客位就左邊。呢度左邊有臨時的士站。呢度新宿南口啊，唔可以停車嘅，唔知頭唔知路嗰啲就成日喺度截車。呢度係完全唔可以停車。呢度右轉上去就係新宿上邊個巴士站啦，即係長途巴士嘅巴士站。呢個的士站啊，排晒隊喺度，拉晒龍。呢個的士站唔係咩的士都可以嚟等客嘅，佢淨係考咗優良的士嘅司機先可以嚟呢度等客，普通冇考嘅司機就唔可以嚟等客嘅。又有客截車啦。伊勢丹啊，左邊就新宿伊勢丹。好，今日就係咁先，拍咗30幾40分鐘啦，追翻條數啦要，如果唔係就瀨嘢啦。